好，来对遐边啊，啊姐姐啊，我做过来，快点啊，这里啊。啊，背会拄好，吼，会知影哈。妈，我无想要搬去布袋的阿公家啦。东东，妈，车什么时阵来哈？伊讲10点会来。拢伫要中昼安尼，是安怎？哪还袂来？歹势，司机虽然有代志袂当来，我替伊走是怎？耽误了你时间，干这物件尔？哎，好，我连物件搬去吼。哎呀，做师傅你较紧的好无啦？哎呦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是毋是要相亲啊？哪会这赶紧啊？上你的大头啦上！若是阮溪查某囝走去哦，我找你算账啦。妈妈，我要去你。冰冰，你缀妈坐头前好无？好。大哥阿姐。哎，弯弯，李大哥，哎阮要来去啊！秋霞，李大哥，弯弯留来互我啦。李大哥，你的环境嘛毋是介好，有一顿，无一顿的。来去。大哥阿姐。哎，弯弯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啦，再见，再见。东东，落来。哦，太太，我要听下偌久？哦，真紧，我去一个就来。东东，甲双节棍收起来。恁三个千万唔通落来哦。哦。阿姊，妈妈带冰冰、甲东东要去倒位哈？我唔知影。妈，你到底伫咧找啥人啊？遮尔乱的厝，囡仔人无啥适合。太太，我就我带兵。什么兵啊？弯弯，我就最大的，我嘛才最大的。弯弯，佩佩，恁愈来愈无规矩啊！妈妈，咱就来去好不？东东，拄则妈妈带你去什么所在啊？我嘛唔知啊，去看一间破工厂。先生，我想要去一下新店，
囡仔困去啊，麻烦你替我顾一下。啊，秀秀、婉婉、佩佩，拎落来。恁先回去车顶。好。迄个人的目睭一直掠咱紧紧看，我真想要甲伊的目睭挖出来。奇怪，妈妈哪会是使这种歹人啊？你的囡仔拢真水呢，我是较介意迄个挂目镜的啦。请问，陈先生，你是做倒一道的？我咧客运公司赛车的啦，收入阁袂歹，除了食薰以外，无啥物歹习惯啦。叫要你啊，我还搁再甲你练到。先生，是的吼，耽误着你足侪时间。莫叫我先生啦，我听着足眼痒的呢。那安尼，我姓赵，赵讲的赵，闽籍的闽，车行是阮妈开的。我是来斗三工的啦，飞伫迄落出来行行的嘛好。大家娘，歹势啦。哦，你不爱来嘛，唔较早讲。你叫我临时安怎去调司机啊？哈，啊是谁替我赛车去的？还阁有啥？我只好掠阮囝出公差啊。创啥话啊？你想要弄死人哦？歹势歹势，我毋是调故意的。你想要弄死人哦？你想要弄死人哦？赵敏，咱来去，报告调集要赶去德山。大姊，妈妈讲咱要去第三乡呢，第三咧对。伫南道关，我嘛唔知影伫倒位。你放心啦，阮人吼性地同好。你去附近吼探他一下，太甲拄讲哦，伊同好呢。老先生呢？哦，伊伫个迄落鸭寮啊。阮吼是20万杂个总鸭啊，逐工吼叫10万粒的鸭卵，卖去迄落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还有香港。哎，倒一个迄陪陪啊！娃娃，你来送我买呀，有偌济餐啊！手机啊，时间无早，回去做暗顿，请王太太甲囡仔食饭啊啦。莫客气啊，
无过要赶转去后头厝，一大堆物件还搁伫咧车顶，你后头厝伫倒啊？甲伊报地。袂用诶，转去天拢暗嘛，安怎搬物件？手机啊，啊？你房间哦款款的，请因带落来啊！天光才走啦。免啊啦，伤过搅扰啊！哎呦，阮翁的意思吼，毋伫啦，伊想要先甲佩佩吼斗阵一下啦。佩佩，你有介意阿无？介意，遮济白啊，足够嘴诶。你若是介意哦，我拢送你，好吧？我无啊。妈妈，小琪，应该佩佩甲咱困哈。错啦，到明仔早起，若袂吵就好势啦。错啦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想要要困在因的房间。妈妈，我要甲你困。妈妈。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阿公，你拢回来啊？阿爸，彬彬，彬彬，紧叫阿公啊！阿公，彬彬乖，我讲上听你啊。你走啦，走啦，莫伫我面头前气我啦！人爱有志气啦，无志气吼就无出脱啦，你靠啥都袂用的啦！你走，你甲我走啦！唔惊出叫车弄死哦！哟，这是咧创啥呀？大嫂，啊，秋霞，查某囝转来后头厝大两工，迄是事上的啦。啊，你若规个家伙拢甲搬转来。叫英啊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阿爸，恁后生刁妇做一个船员啦，规年趟天拢伫咧海上啦，赚迄几身钱哦是无简单啦。伊要饲你，迄是因为你是因老爸，迄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唉，啊，即马雄雄加出5、6个要来食饭啦，迄我是无才调哦。你家己想办法啦。莲馨，莲馨，你给我死转来！秋霞，有厝通好大就好啦，莫插伊。对啦，咱有一位小姐哦，对美拢来的啊。伊讲伫咧台北见过你啊，叫什么？叫裴秀清。对，裴小姐哦，昨有来，无看到你，今仔日又过来啊。啊，
伊人咧？伊讲去盐田行行咧，连袂着转来。赵敏，偏数先，赵敏，你哪伫咧做司机？我客串的啦，讲生笑。真实的啦。司机出任有代志，人要洗车，我走时阵哪有关系啦？你吼出头上济啦。偏数先，你有哪大家哦？我住喺高雄县的美浓，我来是要找王太太。裴小姐，请坐。多谢。裴小姐，是的，我昨昏沿途拜访了几路间，所以今仔日才转来，害你加走一逝。啉茶啦。多谢。不要紧啦，我昨吼有甲阮爸妈讲啊，因真愿意收养。裴小姐，是的，咱讲话尽量较细声。我想要请你去阮兜行一转，先甲阮爸妈讲一下。好，我一定爱事先去拜访你。无咱今仔日就来去好无？今仔日？赵敏有开车，加较方便。伊敢袂？阮伫咧学校是社团的同学，真实啦，应该无问题。既然安尼，敢明请伊经过台南的时阵小停一下，我想要去拜访一个姓叶的。会用啊，我甲讲一声。这间产业，我听阮同学讲过，是雅信企业公司董事长因兜。伊的名叫做叶万清，伊毋但有食品工厂、铁工厂、建筑公司，还阁办一间私立的专科学校，其他的关系企业，敢若嘛真济。我看卖，咱来走。既然都来啊，咱就入去甲拜访一下嘛。有钱哪有啥物通惊？我来试电铃。先生，请问你要找啥？找恁董事长叶万清。请问你是？是恁的董事长写批，邀请这个王太太来。哦，好，请。王太太，请。偏数先，这位王太太亲戚朋友阁袂少哦，按台北过来吼，一路上拢咧拜访呢。你是哪熟悉伊的？我是看报纸看到的，因先生是一个卖水果的，出车祸过身去啊，厝内还阁有5个囡仔。阿桑啊，去楼顶把小奶奶请落来。是。王太太，我伫批林写甲真清楚。范源是阮业界的孤囝，伊真爱运动，拍橄榄球伤到伊的两骨神经，下半身已经残废啊。也毋过因才结婚无偌久啊。所以，阮咧想，囡仔愈细汉来，愈容易培养感情。自从阮后生范源受伤了后，厝内气氛足歹的。若是会当有一个囡仔来，厝内吼，就会感觉足活泼的啦。妈，玉玲啊，来，王太太来啊，人是为台北赶来的哦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啦。多谢。伊就是彬彬的妈妈啦。王太太，彬彬伊无来啊。阿嫂，你去甲阮爸讲，我无爱伫迄个囡仔，上工上拍，我叶范源哦，
无可能抢别人的囡仔啦，别人的囡仔嘛无可能变做我的后生。去啊，啊唔紧去。范元，你较细声咧，阿爸会生气的。我即马已经唔是为着伊我。范元，王太太还阁伫咧，互人听到会足歹势呢。听到就听到啊，为着我无爱伫伊囡仔。是的，无得靠，我来了毋是时阵。王太太，真歹势呢。阮后生以前毋是安尼，自从伊受伤了后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找机会好甲苦劝。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有真侪人同情因，想要收养王家的囡仔。也毋过王太太伊敢甲囡仔送互别人咧？迄就要看收养的人是毋是有爱心，是毋是有诚意。就以阮兜来讲啦，阮爸真刻苦，阮妈真骨力，做油纸雨伞当做艺品销去国外。阮爸爸虽然无读过啥物书，伊只会鼓励我读大学，所以我无时间陪因。假使讲我收养的弟弟会当逐工陪因，无伫卡因辛苦起来，会感觉搁较有意义。爸，来，东东的妈妈来啊！请坐，请坐啦。这边请坐啦。东东伫这种环境生活，应该会真幸福。东东，妈妈出去的时阵，敢有甲你讲伊什么时阵回来？哦，伊讲伊今仔日一定会回来的。小弟，这是阮兜，你唔听我的话，我就甲你吼出去。孩子，免惊，狗囡仔，你唔惊我就拍互你惊。我也唔惊。嘿，冰冰，你过来，我真正要拍你哦！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孩子，我要落啦。麦迪达，冰冰，你先送下，先送下哈，是要造反哦？哈？哼，是连喜先来甲阮求的。哼，你也唔想看卖这什么所在，这啥个厝啊？恁家己这黑白来哦？哼！阿金，阮，莫叫我啦！你实在有够阿爸呢！哦，家底下几个人欺负阮兜年轻哦！我问你，你老母咧？阮妈伊。哼！啊！妈！哎，秋霞，你等下搁拄啊好啦！你看啦，阮年轻食还搁食啦！你看花贵还拍到安尼啦！你看，你家己看嘛！秀秀，恁是安怎？妈无伫哩，
恁都了代志啊？妈，阮无啦。你讲无哦？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呢。妈，是我拍的。你有听到吼？我是无甲伊冤枉哦。东东，紧甲表兄回室嘞。无啊，谁叫伊要欺负弟弟甲妹妹？妈，伊阿嫂就甲阮讲，因才拍的。妈妈，伊就拍的，伊毋是乖囡仔。哟，恁这几个，阁遮尔共心嘛？莲兄，你甲我听清楚，以后袂再甲因佚佗，知影无？大嫂，囡仔算做伙，难免会吵吵闹闹。哦，你讲甲遮尔好听哦！我今仔只有莲兄一个宝贝仔囝啦，万一甲伊拍死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哼，我是无参像你哦，一困都生5个啦，若死1、2个哦是袂要紧啦。莲兄，咱来去，行啦，行。秀秀，带小弟小妹入去内底。好，东东，你留落来。妈，东东伊无毋对，你莫拍伊啦。你入去。东东，你过来，妈有话要甲你讲。你是安怎？妈，不要紧，妈只是胃疼，一个迄条好啊。妈，真是累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才会互你生气。你甲我跪个啦！以后吼，袂用甲因佚佗，你知无？妈，我拄仔讲白菜，我身上遮会伤，拢是张英嘛，互你念的啦。哈？你敢侮辱恁老母哦？本来就是啊，你念我念啊遮疼的呢。好啦好啦，讲较大声是要创啥？跳讲讲互因听哦。婉婉，带小弟小妹出去耍，妈无爽快，想要休困一下。我想要食冰淇淋。这毋是台北，哪有咧卖冰淇淋？婉婉，这10块你摕去，带佩佩甲冰冰出去，看因想要食啥，你就要互因食。嗯，佩佩、冰冰，阿姊带恁去买冰。东东，你是妈的乖囡仔，妈袂怪你。妈，阿公，妈要带我去外妈家住几工啊？为什么啊？阮妈讲阿公的囡仔才讨厌。恁妈妈真是安尼甲你讲的哦。莲兄，莲兄啊，你这个囡仔吼，咱后白讲话啦。阿爸，我是无安尼讲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查某囝转来后头厝住2工啊吼，嘛无啥物唔对啦，飞伫树下来啊，伊会当照顾你啊。搁再讲即摆歇热，莲兄会用免去读书啊，我想要带伊转去因外妈因兜住2工啊，较免伊甲树下囡仔咧冤家啦。阿英啊，树下有甲我讲过，伊伫咧厝诶住无偌久啦。迄是伊的代志。听讲阿母当初时反对伊嫁予王明，伊嘛是要嫁。会记得阿母有讲过，嫁出去的查某囝就是泼出去的水啦。
嫁出去了后吼，毋管以后是要死要活，食苦受罪，迄是伊的代志。也毋过伊拢无听阿母的话，阿爸，连阿母的话伊拢毋听，我哪会敢问讲伊要住偌久啦？阿英啊，你是毋是因为秋霞转来啊？你才要转去后头厝啊？随在你安怎想啦，阿爸，刁父也无伫的，你著欺负阮母仔囝。敢讲，就秋霞是你的查某囝，刁父拢毋是你的后生哦。紧的啦，若毋较紧的吼，尾班车都赶袂赴啊。阿爸，是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莫搁讲啦。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囡仔拢困去啊？你去困啊？你要2点啊？也去吵咧？明仔透早，你搁爱送报纸呢？你毋是共款爱送牛奶？今仔日又搁落2本啦，赚2000外块，家一几个囡仔有炸一包饼来啦。你趁钱嘛无简单，以后莫定定甲因买物件啦。哎呀，你个查某人有够啰嗦啦！我这大箍啊，前互罗汉卡一个啦。我无听囡仔，我要听谁啊？摕去啦。我明仔早起吼，还阁有通过啦，我先来困哈。伊这个人个性足乐观的。你毋对，伊无我添甲开我。添甲开我？咱有5个囡仔，我甲人生的目标甲希望，全部拢寄托伫咱囡仔身上。所以我搁较忝，嘛是亏我的啊。秀秀去娘家，迄2个老阿母一定会好好甲伊照顾。东东去平家。应该足适合的。就是远远，互我上烦恼。迄个周爱娜，敢若无啥可靠。配配互第三次爱的老家，阁会用的。台南的业家伤过有钱啊，对边边的将来是好是歹，阁足歹讲的。
恁拢是妈妈身躯顶生落来的吧？我实在足唔甘，甲恁送走。阿爸，阿爸，哎，囡仔拢困来啊？趁囡仔拢困去啊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我即摆转来袂住足久的，恁说阿英哦，实在真唔是款啊。这嘛无怪。阿兄是一个军官，一两冬才转来一届，大嫂伊过了嘛足辛苦的啊。哼，王宝钏伫咧汉药守18年，嘛白发过苦啊。阿爸，时代无共款啊。秋霞，你放心，只要是我伫的，我就袂互恁夭着。目前的生活也阁毋是问题。阿明甲我一直拼死命伫趁钱。因为阮有5个囡仔，到阿明发生车祸以后，社会上有足侪人同情阮，有的送衫来，有的寄食的，有的寄钱来，也阁有的人要收养我的囡仔。什么啊？收养囡仔？阿爸，这嘛是人的好意啊！所以转来进前，伫个台北，我去看过几啊间。伫转来一路上，我嘛照地址去拜访过，我已经选好5间啊。我唔知啊。阿爸，因拢是一寡足正派的人，环境嘛足好的，因拢有足充分的理由收养囡仔，嘛有能力请养因，互因足好的机会读册。袂用的。你老大人，伫我甲阿兄细汉的时阵。都逐工爱阮读册，而且也阁讲，读册就是将来做人甲生活的本钱。也毋过，我甲阿兄拢无听你的话。为了要互囡仔加读一点仔册，过好日子，就甲家己的囡仔送互别人，这算什么老母啊？秋霞，我伫咧盐田做工课。这世人是真艰苦，也毋过我甲恁妈妈从来毋捌亏待恁兄妹啊。莫讲是人啊，就算一只狗母生一堆狗仔囝，假使有人要去抱狗仔囝，伊就会共咬，何况是人呢？你安尼做，我死了后，伫咧阴曹地府看到恁妈妈，伊嘛会甲我骂。阿爸，我心内嘛无想要安尼做，甲我的囡仔送走。甲挂我的肉共款，也毋过我实在是无法度。你惊啥？你手头还有淡薄仔钱，啊，这间厝是我的呢。爸，毋是这大的问题。那安尼是啥物？你老大人已经81啊，还阁会当活偌久？你敢有气力照顾这5个囡仔？大嫂。敢会接受因5个？我这是在行绝路。你还阁少年啊！阿爸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老小姐。你去甲伊讲，带马上带伊。王太太，你爱马上带伊？我不晓得带伊。
我刚才当甲你讲，病情足严重的，你必须在带院尔。医生，我上大的囡仔才15岁，上细汉的3岁，拢总有5个。翁婿已经过身啊。敢讲你无其他的亲人是无？阮阿爸已经81啊，还阁需要人照顾。医生，不要紧，你老实甲我讲，我足坚强的。我求你会当甲病情甲我讲，这嘛等于是救我，因为我知影我阁会当活偌久，我通好去安排我的囡仔。做医生的，直接甲病人讲无啥好啦。也毋过我的情形无共款，医生。就算我听你的话，带入来病院，我的病敢伊会好？万一伊袂好，人死去，钱嘛开了了，我的囡仔是要安怎？医生，若是你逼我大医，除非你答应我，替我照顾我的5个囡仔，我求你。我求你把病情甲我讲，我可会当活偌久，我通好去安排我的5个囡仔。加加半年多谢。阿爸，我连到母拢袂避忌。秋霞，我误会你啊！5个囡仔虽然拢是我生的，也毋过因拢会大汉，拢会变成社会的一份子。为着因的前途，我只好忍心甲因送走。我无希望因永远得袂到好的教育，将来出去危害社会。明仔载我都甲批嫁出去，通知因甲囡仔带走。你拄转来尔，哪会遮着急呢？爸，早晚拢是爱走。何必搁再拖？何况，趁我也袂足严重的时阵送走，万一有啥物问题，我也搁会有想办法补救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我这个做员工，咱的人生嘛是渐渐看这条古水的囡仔，一个一个送予人。思念像海洋，泪成两行，相聚的时光啊，像浪花梦一样，只是无止境的幻想。
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小夏所讲的，句句拢是道理。我实在讲袂赢伊，伊安排得真好，我无迄个本事。阿妈，我心内嘛无想要安尼做，教我的囡仔送走，都敢若挂我的肉共款。要不过我实在是无法度。阿爸，调父无伫的，你著求阮母仔囝。敢讲，就秋夏是你的查某囝，调父拢是你的后生哦。我这个爸还阁有啥物路用？调父是我的囝，秋夏嘛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是在做伊人的。这种日子是要叫我安怎过？你老大人已经80岁啊，还阁会当活偌久？你敢有气力照顾这5个囡仔？大嫂敢会接受因这5个？我这是在行绝路。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秋夏的妈，我无法度搁再照顾咱的囡仔，我只有来向你讲清楚，较袂到时你来怪我。讲到收养囡仔的代志，希望一礼拜来做决定。我上济，搁再活3个月。妈，我想要收养一个囡仔。收养囡仔？伊是归国华侨，姓杨。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